大家好，今日我嚟到新蒲崗，今日係2025年6月24號5點54分。前面呢陣就係越秀廣場，咁而家呢個地方呢棟大廈就係 Mikiki 啦。咁啊，30-40年前呢度就係東區財務司署嚟嘅。咁啊，10幾年前就改裝咗做呢個 Mikiki 商場啦。上面有啲豪宅大廈啦。咁我而家行去越秀廣場嘅位置先。越秀廣場呢，就30-40年前呢個位置啊，係麗宮戲院嚟嘅，係全香港最大嘅戲院。咁啊，麗宮戲院專做啲呢係第二輪嘅影片嘅，第二、第三輪嘅影片嘅。首輪影片呢，就唔喺麗宮戲院度做。咁以前呢條街呢，就好旺嘅，每當電影就嚟開場嘅時候呢，就好多小販喺度擺檔嘅。咁啊，啲市民呢，喺入場睇戲之前呢，就喺度買小食㗎啦。我而家行到呢條係寧苑街啦。咁而家見到呢個位置呢，就係夾公仔店嚟嘅。咁啊，之前做過好多嘅店鋪㗎喎。包括兩餸飯啦、熱狗店啦咁樣。嗱，而家呢個鋪頭咧就空置咗嘅。咁之前做過咧就體育用品店嚟嘅喎。咁啊，做咗好多年㗎啦，體育用品店。咁啊，幾年前已經就執咗㗎啦。而家就直情係唔知做咗啲乜嘢。前面嗰間就係北海道麵包店啦，都好多年歷史㗎啦。而家依間JC 空單展咧，咁啊之前係一間賣電話嘅店鋪嚟嘅，咁啊而家做咗剪髮店。呢間朝城館啦，咁啊10幾年前係一間日本餐廳嚟嘅，好似叫做大盛日本餐廳。咁啊而家就轉咗，依家係滷水醉香同埋朝城館。而家望到呢個惠康嘅位置咧，咁啊10幾年前都係一間日本餐廳嚟嘅。而家做咗惠康啦，超級市場啦。30-40年前呢個位置，大家知唔知道係咩店鋪嚟㗎？30-40年前係渣打銀行嚟嘅。對面就係天主教五華小學。依間叫做
Factory 852工房，之前係新彩虹餐廳嚟嘅。新彩虹餐廳之前係彩虹餐廳嚟嘅，係好古老嗰啲港式茶餐廳。咁啊轉咗2手咯，而家都。你買大少少。呢度就空鋪一間，而家裝修緊，唔知做咩。人氣餐廳黃大仙人氣餐廳，唔知係咪做餐廳，可能廣告牌嚟嘅啫。呢間餐廳都好西式化，午餐優惠，燒汁豚肉飯50蚊，煙三文魚開沙沙嗰個250蚊喎，1kg 250蚊。芝士煙肉焗西蘭花1kg 200蚊，黑松露蝦多士有12件150蚊。哇！黃昏時段啊，太陽落山，好燦爛。爺爺雞煲王火鍋呢間就，上面就工聯會，可以上去上堂。依間華興食品批發唔知幾多年歷史咧，10年前係咪賣生果、蔬菜？大家見到上面呢個位置，以前係20幾年前係美心餐廳嚟嘅，而家唔知係咪做咗老人院。呢度我雲興美食，呢個係2餸飯嚟嘅，你幾多錢先？2餸飯35蚊，3餸飯42蚊，送老火例湯。依家普仁牙科醫務中心啊，2000年代都係做咗牙科中心嘅嘞，都好耐歷史。隔離嗰間就夾公仔店咯，之前係藥房嚟嘅。2000年代係藥房。呢度有間吉鋪咯，哇！有2間吉鋪添，隔離係咪吉鋪嚟？依家就一定係吉鋪嚟。依家唔知係咪吉鋪。呢間窩子餐廳，以前有間八方雲集㗎，呢個位置應該執咗。10年前應該係八方雲集。唔係喎，早2日先同個撚講過就話做嘢多一頭叫我要。我講唔好話啲係搞走。依家係叫粥麵鋪，依家鍋貼大王，以前叫做君戶，以前君戶就2007年開店，唔知係咪轉咗手，轉咗叫做鍋貼大王。
我呢間潮城館係賣燒臘嘅，遠隻燒鵝啊700蚊啊！哦，佢裏邊都有得賣嘅，大粉光，即係燒鵝嘅光，1份至210蚊，原光每隻30蚊。鵝翼啊，就一隻28蚊，鵝掌就一隻都係28蚊，鵝頭頸就一條就48蚊，鵝腸都有60蚊4兩。呢度就 KFC 咯，家鄉雞、肯德基家鄉雞要上一層。哇！呢間遊戲機中心就係好多年嘅，應該有30年。呢間蘭記士多亦都係好耐歷史啦。哇！好多洋酒喎，擺晒出嚟，嗰啲紅酒嚟嘅。哇！呢間影相鋪亦都係好耐歷史嘅。前邊呢間七喜小廚就應該係好耐歷史㗎啦，應該至少有20年。火鍋料，我有分到住河米，咁就見到呢間電器鋪啦。咁啊10幾年前就賣時裝，而家見到呢間驕陽地產，呢個位置30-40年前係賣唱片，20年前就租書嘅店鋪嚟。驕陽地產同埋呢間梁偉基醫生醫務所，之前係賣唱片錄音帶嘅，30-40年前嚟得新蒲崗都好出名㗎啦，知道喺呢度賣唱片㗎。睇下呢個租務情況先。呢間咧地產店鋪咧，之前擺嗰啲招募廣告咧就好舊嘅，應該好耐冇換過。而家轉晒啲新字出嚟。低層多窗，開陽3房，實用676尺，租17,800蚊。康強洋樓隔離就新蒲崗大廈，就高層多窗，2個房，實用面積359尺。
租就13,800蚊。呢間龍姐茶餐廳，但係佢呢啲食物就我意思唔係咁好食嘅，有時仲等得好耐添。梅菜蒸鯇魚，堂食就60蚊，芙蓉蛋飯堂食48蚊。而家呢條就係崇寧街，轉咗彎之後呢條叫做景福街。呢度就未 Kiki 啦，呢個新型商場啦，都10年前已經落成咗，跟住開幕㗎啦，未 Kiki。包括上面啲豪宅大廈。之前做係財政司署，之後做咗地盤嘅時候咧，呢條街咧就比較靜啲嘅。通常啲店鋪都係嗰啲車房啊、五金啊，或者木材嗰啲店鋪嚟嘅。自從呢個Mikiki商場開咗之後咧，呢條街就做咗好多餐廳啊、藥房啊，或者便利店，咁就多咗人行，同埋旺咗好多。依家一團餃子已經係新開，2年前都未見到有嘅，依家一團餃子。雲南米線都係呢2年先開，有好多店鋪都係近呢2-3年先開嘅，包括呢間咖啡店。Cappuccino 幾多錢咧？Cappuccino 38蚊，Cappuccino 飲凍啊40蚊，Cappuccino 應該係飲熱嘅。一路行都有好多新嘅餐廳開張，呢間叫小肥肥，依家比較靚啲，有下午茶餐。午市套餐幾多錢？午市套餐擔擔麵48蚊，排骨擔擔麵62蚊。哦，送紅福糖1支喎。有得加錢就有少食嘅，加錢就生椒包2件就加16蚊，小籠包2件就18蚊。呢度有間空鋪，哇！呢間鋪頭呢個位置都好深，樓底都好高，應該都係做食店嘅啦，遲啲都。哇！呢間南亞食品公司就真係好耐啦，我諗至少都30年。通常都係買啲糖果啊、鹹濕食物咁樣咯，賣水賣果汁。餃
團伙叉燒事務所，佢淨係食叉燒飯嘅啫。呢度近住工廠寫字樓，所以開食店都係好正確。今日一到午飯時間就應該有好多寫字樓嘅同事咧就會過嚟呢度就食午餐。呢間叫做晚龍過江，呢個可能係分店嚟喎，九龍城應該有間。叫做港野家，未開店，應該就嚟開店。哇！真係會死至於對面呢個位置咧，以前有一間中學嚟嘅。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叫做文理書院，係咪文理書院？而家應該係空置咗喎。好似空置咗幾年喎，唔知呢間學校搬咗喺邊個位置。如果你哋知道嘅話，可以留言話返俾我知。依家就茶舍啦。我前面就係工廠寫字樓大廈嚟嘅啦。到呢度都係工廠，啟德工廠大廈。咁我今日睇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看，請 like、subscribe 及訂閱本頻道，多謝大家。